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5，诗篇102篇19节安尼讲：上主对至高的圣所看落来，对天顶看落地，三角来祈祷。对至高的圣所看落来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早时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是满有怜悯、满有慈悲、满有疼痛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，愿未受创造，伫老母的腹肚内的大生，你就捌阮；愿未出胎的大生，你就将阮分别做圣。主啊，因为阮受造奇妙通惊，是阮所深知的。主啊，阮活命的源头在伫你，阮的毋望在伫你。求你对天压落看，对你圣洁阳光的所在看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上帝，你要对至高的圣所看落来，对天顶看落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